旅行唔一定為情侶製造浪漫之餘，反而可以係暴露咗兩個人之間更多嘅問題。騰訊之前做過一個11000人左右嘅調查，想知道一次旅行會有幾大程度上導致分手。咁呢度大家都見到，基本上去旅行鬧交就一定㗎啦。不過都有啲驚訝嘅就係，有一半以上嘅人真係因為去旅行而會諗過或者真係講埋出口話要分手。同樣，舊年美國都有個調查，70幾個%嘅 couple 都認為一齊去旅行係關係最終嘅測試。而情侶第一次去旅行最好嘅時間就係交往之後嘅第4至第5個月左右。不過如果去旅行真係會搞到炒大鑊，通常都離不開以下3個嘅主題。首先就係旅行不同步效應啊！我會強調多啲嘅就係使錢方面。咁喺諮詢中，因為去旅行而分手嘅人比較常見嘅一個爭執點，在於花費嘅標準，唔係拎唔拎得出呢嚿錢嘅問題，而係有一方覺得值唔值得使呢嚿錢，因為背後牽涉到嘅係你對呢個人整體嘅評價。另外喺旅行中有一個特質會被特別放大，就係個人嘅獨立性，係好中意你，好愛你，但人都係喜歡按照自己嘅方式行事。旅行中亦然。不過呢度就有個有趣嘅發現，所謂自我啲嘅人呢，反而會比較少將旅行中嘅不愉快歸咎於伴侶身上。咁最後一個發現就慘啦，主動溝通原來喺旅行中係特別冇用嘅。咁研究嘅總結就有一句咁嘅說話，如果你覺得今次個旅行體驗好差，其實係可以同你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完全冇關係。而有啲情侶以為旅行可以修補本來麻麻地嘅感情呢，亦都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旅行本身都係壓力源嘅一種。調查最後嘅總結都列出咗10個旅行中最影響情侶感情嘅重要因素，你又覺得當中邊個係最緊要呢？